兄姐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伫耶稣国外日子，大家三甲自节伫遮来敬拜上帝。只是请咱备办心，三甲来敬拜。天宣布上帝荣耀，强抢传扬伊的作为。即日对迄日讲话，即暝对迄暝传播知识，无言无语，无声无说。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。即是请咱大家念圣诗101首，救主国我的早起。救主国我的早起，全地报扬欢喜，是咱快乐搬过节，救出路财的地。咱主基督有引带，对死进入永活，等咱得胜来吟诗，对地上通到天。圣诗101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
即时请咱犹原徛地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大家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，启应文65，启应文65，伫圣诗的后面1119页。即时，请咱三甲来启应圣诗，启应文65。我有看见新的天，新的地。我阁看见圣城，新的耶路撒冷，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。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，讲：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无阁有死息，嘛无阁有哀伤。嚎叫、疼痛，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：看，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阁甲我讲：完成了。喙焦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即时，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慈悲怜悯阮的天父上帝。阮感谢你，你知阮的软弱，你差派阮的主耶稣，为着阮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为着救赎阮，你死伫十字架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阮的罪，互阮的罪会当因为相信耶稣得到赦免，佫蒙恩得救，互阮因此伫上帝面前，成做一个无罪的人。也会当甲上帝和好，主你赢过死亡的权势，你的国话，互阮有盼望。特别伫这过偌济日子，互阮以感恩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为阮的罪而受苦，顶十字架顶死亡。并在第三日复活，胜过黑暗上大的死亡权势，互阮无过黑暗势力的捆绑，来得到自由甲永远的盼望。即时，阮愿意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互阮搁较明白体会耶稣基督的国话。带互阮生命新的盼望甲力量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，显明了你对阮的疼甲恩典。
互耶稣基督为阮的罪付出死亡的代价，互阮会当重新甲你和好，并且得到永生的应允。求你帮助阮，毋若反省认捌阮的有限甲软弱，你互耶稣的国话彰显了你的大能甲荣耀，胜过了黑暗的死亡权势。互阮也会当领受国话的新生命，成做一个基督内新造的人。求主帮助阮，以喜乐甲感恩的心，迎接基督国话的新生命，甲永恒的生命的应允，并且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儿女，彰显你的荣耀。天父上帝，愿你的恩典甲平安充满伫阮的心，互阮得到更新，并且成做上帝见证人，将你的疼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现在，阮也要为教会兄弟姊妹伫清明扫墓连续假期出外，旅途平安顺利来祈祷，求主保守阮的脚步。同时，嘛要为今日无来教会敬拜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无论因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，也是身体上的欠安，也是受其他问题的困扰，求主甲因同在，找信心，应带赐福因。只是阮也要安静阮的心，领受你的话命话语，互阮的信仰得到造就，领受你的祝福。阮安尼仰望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赞美，这时要请献歌队来学罗上帝。
圣歌队以上献诗，愿一切荣耀归俾上帝。这是咱要来听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看的经节是伫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18节。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，和合本是伫73页到74页。台语汉语版是第62页，现代中文英版第87页。马可福音16章第1节，安歇日已经过身，莫大列被玛利亚甲雅各的老母玛利亚甲撒罗米有买香料要来抹耶稣。7日头一日的真早，日拄仔出，因教望三甲讲：是水啊，要替咱过迄块石离开墓门啊！夜目就看见，迄块石已经过开，因为是真大地。日望看见一个少年人坐伫正边，穿白衫，照光影。少年人甲因讲：毋免光影，恁是找顶10个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搁活无伫遮。你看，伊埋葬的所在，当着去甲伊的学生甲彼得讲，伊大声恁去加利利，恁伫遐要看见伊，照伊所甲恁讲话。这妇人人出去，离开墓就走，因为袅袅喘，戆影，也无甲因讲啥物，因为因真惊。下面牧师讲到，伊要讲的题目是惊讶，就是惊喜。咱请牧师来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，咱先彼此来讲，各偌济恭喜。因为对咱传统台湾的基督徒来讲，咱真注重圣诞节。所以圣诞节咱就会讲圣诞节恭喜，但是咱莫忘记一，咱欢喜过圣诞节，是因为耶稣顶十字架，为着咱世间人顶十字架死，然后搁活，所以咱有份组织会当敬拜上帝，搁会当透过咱的信仰，咱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。所以，若无搁活节，咱实际上是无迄个份来过圣诞节，所以一定咱爱会记得，咱今仔日是搁活节，咱爱彼此来恭喜有耶稣基督的搁活，所以咱大声做伙来祈祷。大权能拯救阮的主上帝。愿用欢喜感恩的心来庆祝你的圣囝主耶稣的搁活，因为透过耶稣的搁活，你搁一遍展现你的权能，是赢过死实、罪恶甲黑暗。你也互阮会当搁一遍恢复你囝儿查某囝的身份，阮才有份伫遮组织敬拜你。所以恳求主你的圣神会当持续充满伫阮的中间，带领阮，互阮会当透过圣经所记载
搁我的好消息，你互阮搁一遍，亲像初代才会温度共款，因为你的圣囝耶稣会搁我重新得到生命的觉醒，也重新来得到信心甲勇气。所以，阮将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，交托互助理亲自来引带。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大部分的人对着年龄的增加，可能你的生活拢会哪规律。早起6点起床，7点食早顿，8点出去运动，9点运动回来，看电视新闻看1点钟，然后开始煮中昼，中昼食饱，困中昼，然后中昼困饱。可能电视拍开，看你真爱看的电视节目，然后天要暗嘛，可能搁去外口活动一下，然后准备暗顿，暗顿食了，拍开电视，搁看一个1点钟，也是半点钟，开始头戆戆想要困，然后就去困，这就是精彩的一天，变做规律的生活。变做 SOP， 好亲像工作有 SOP 标准的程序，渐渐咱的生活全部拢变 SOP。但是伫台北市，咱做台北市民，咱应该知影，咱经过8冬伫即个 SOP 三个字的中间，咱知影。这三个英文字 SOP 袂当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尤其外科医师若将伊病院内底的 SOP 用来管理成百万人，咱知影绝对无够。当然，8冬外科医师 SOP 无办法解决，安尼连 SOP 三字是代表什么意思的公子哥儿，当然佫较无办法。你看这，实际上咱生活中间总是爱有一块 surprise， 就是三不五时，咱也望讲有事先料想袂到的代志来发生。你想讲，可能你50岁生日啊，60岁生日，即个有意义的生日的时阵，你的同事、办公室的同事替你办一个。surprise 的生日 party， 也是你等去厝顶，结果今仔日是你60岁生日，然后拍开门，哇，全家坐伫遐 surprise， 一个你想象袂到的一个生日的庆祝会，这叫做 surprise。咱三不五时生活中间，就算讲是足侪 SOP 例行的程序，真侪规律的生活，咱总是爱有 SOP。所以，什么叫做 surprise？surprise 哦，这发音是 surprise， 惊奇、诧异、使人惊讶的事、意外的事，然后买当做动词，叫做及物动词，使吃惊，使感到意外，趁不备时设法得到，出其不意的使某人做点点点点点点，这叫做 surprise。互人快乐的 surprise， 咱讲是惊喜、惊喜、惊喜。但是有时阵，这个 surprise 会互人惊吓。这就是咱台湾话所讲的戆影，所以惊喜甲戆影，咱多多所念、所听到的圣经的经文，敢是拢出现着。所以为什么今仔日真罕得讲道篇的标题用英文？哦，这个诗会，咱的诗会黄长老真烦恼，今仔日敢会用英文来讲道，哦，也无书无遐够。但是，最时阵，
真正即款 surprise， 即款超越咱平常时规律的生活，突然中间发生的 surprise， 一开始的确是互咱感觉真戆影，真使咱会真惊吓。戆影，你可能是硬伫遐，毋知影要安怎，惊吓咧，互你惊要害。但是戆影，然后惊吓，但是最后有可能你发现，其实是意外的惊喜，带予咱的快乐，也是予咱的成就感会搁较大。我想咱回想，咱应该拢有即款的经验。一开始你会感觉讲啊，哪会安尼？然后咧，你会惊讲哪会安尼？然后要安怎？万一要安怎？然后你发现啊，好佳哉，原来是安尼，变做你有搁较大的快乐。对戆影惊吓，到伫你发现讲，比咱进前所想的搁较好，带来搁较大的快乐甲成就。所以咧，有时阵你发现着讲，袂去早手机啊，你发现讲，你会想讲戆影要安怎？我今仔日代志要安怎？然后你会足惊吓，讲今仔日电话无接到，万一出大事要安怎？然后你暗时转去厝里，发现着讲今仔日几若通的电话拢是886，886的电话你知影啥物？10通有9通是诈骗电话啦。好佳哉，你毋免去接遐个诈骗电话，所以搁一个，即个生活小常识，发现足奇怪吼。台湾的国码是886，为什么咱常常会接到886开头的电话？前一站电视迄宣传讲，即个公务机关迄宣传讲886开头的国际电话，大部分是诈骗电话啦。今仔日是搁偌济，这就是咱全世界的基督徒做伙来庆祝1000多年以前，咱人类历史中间上大的 surprise， 就是耶稣搁活。各位兄弟，咱拄拄所读到马可福音16章所记载，伫耶稣搁活的迄个早起。有3个妇女来到因安放耶稣身躯的迄个墓的头前，因原本是要照着犹太人的风俗习惯，要带香料来抹伫死者的遗体顶面，这是因犹太人。照着伊犹太人的风俗来做，所以咱知影，因带着香料要来耶稣放耶稣身躯的墓的时阵，因所想的就是例行公事 SOP， 照着因犹太人的风俗。身躯爱抹香料做一个处理，但是，这网络真爱讲的，不意外就会发生意外。伫按算以外的代志来发生啊，按算以外的代志来发生啊，就是墓的门，这个大石头已经割开啊。然后第2项意料以外的代志，就是看到一个穿白衫，圣经讲少年人穿白衫的天使，对因讲：莫惊，恁所迄找的即个定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搁活，无伫遮。第2项。有了以外的代志发生，
第三项代志，就是我所讲的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就会发生意外。搁我的耶稣来兄弟，到底今仔日有缘换我伫遐，迄夫妻帮赞，既若信伊，做性命主宰的咱，耶稣就亲像当时共款，有缘互咱伫性命的中间发生即款 surprise 惊喜，亲像当时互即三个妇人人对伫 SOP 的中间发现意料以外的代志共款，耶稣持续伫咱生活的 SOP 中间，互咱有 surprise， 互咱有惊喜，持续的发生。就是第一，耶稣活地，伊在带领咱，伫咱生命的中间，伊陪伴咱同行。常常咱经历着生活中间真侪代志的时阵，你会感觉孤单，你会感觉万事拢是家己倒扁。但是咱总是伫行过了后，咱就发现着，毋是咱家己迄行，是主耶稣甲咱做伙同行。耶稣活地，伊带领咱，伫咱生活的中间，伫咱生命的中间，陪伴咱做伙同行。活我的耶稣，伊持续伫咱生活的 SOP 中间，互咱发现着 surprise 惊喜。因为耶稣活地，伊互咱会当非常惊喜来发现着，伫危险的中间，咱因为伊，咱犹原有勇气；伫困境的中间，咱犹原会当找着平静；伫绝望的中间，咱犹原会当有看到远望的机会。咱常常想要用咱家己的方法，要来度过危险，但是咧，咱往往是愈行会发现，家己是实际上是真软弱、真不足。有时阵你会发现到，若倚靠家己，你会感觉若无远望。其实毋是无远望，是倚靠咱家己，绝对无远望。但是咱常常也是同款，当咱回头看见耶稣伫咱的身躯边的时阵，当咱将咱的目神对伫干那看家己，咱活来看到主神看耶稣的时阵，咱就发现，其实靠着耶稣，咱才有快乐；靠着耶稣，咱才有可能有平安；靠着耶稣，咱才有可能找到远望。第三，活我的耶稣，到伫今仔日，犹原互咱伫生活的 SOP 中间，会当拄着惊喜，因为耶稣活的，伊互咱惊喜、惊喜，来看见无可能的代志变成可能，就是伊改变咱，互咱哪来哪有耶稣的形象。当然，哪来哪有啊？毋是讲咱今仔日已经完美，是哪来哪有耶稣的形象。但是咱拢会当来发觉到，就是耶稣用慈悲疼痛，用伊所收赐咱的平安，伊所收赐咱的欢喜，佮用伊无限的包容，互咱会当真惊喜来发现到
昨的咱甲今仔日的咱是哪来哪进步？就算讲无完美，但是看咱昨的咱甲今仔日的咱来相比，咱就知影耶稣真正活的，伊互无可能的代志必加可能。所以，咱过去可能有一寡歹习惯，可能10当前、20当前，你感觉讲无可能改，但是即马来看，竟然靠着信仰，你已经有改变啦。第4项，耶稣活的，伊互咱得到惊喜，因为伊回应咱的祈祷。当然。耶稣回应咱的恳求，是用伊的方式，照着伊的时间。但是，咱渐渐伫祈祷的中间，咱学习到的，毋是你口才哪来哪好，毋是咱一寡即个对伫祈祷的意义无啥了解的人来讲，哦，即个人祈祷真有力，可能讲话较大声啦。可能讲话较顺啦，可能讲话引用圣经讲较济啦，但是这毋是讲有力无力。你我每一个基督徒，只要咱愿意祈祷，伫上帝的眼中拢是上有力的啦。无论你是对伫圣经可能无了解比别人遐济，也是你口才本来就较无好，也是你平常时讲话就较无练转。但是只要你愿意开嘴，这伫上帝的眼中拢是有力的祈祷。所以，我甲咱的教会的兄弟有咧讨论着，要问着讲，咱前日拜五暗的祈祷会，有讲着讲，哇，迄天有点着。有指定爱祈祷、带祈祷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哇！迄天每一个拢是有力的祈祷，无论祈祷的长短，也是讲话大声细声，也是讲祈祷所用的文字是安怎？每一个真正，咱若有来伫咱祈祷会中间的兄弟姊妹。拢会当感受到，每一位伫祈祷会中间带领祈祷的兄弟姊妹，拢是上有力的祈祷。上重要的伫祈祷的中间，是互咱学习到主耶稣基督的旨意，比咱祈祷进前咱家己所计划的是搁较美好。比你祈祷以前你所想的代志爱安怎解决，主耶稣基督互咱经验到、见证到的，是伊的处理方式比咱搁较好。留意下这，今仔日咱所读的马可福音。16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的中间，当然互咱思考的就是，咱规律的生活中间，其实主耶稣基督一直迄要互咱爱体会到，伊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多的惊喜、惊喜。生命的惊喜，但是你若读这段经文到后来，你会发现到一项事，就是这3个妇女看见耶稣的梦是空的，因也知影，因为天使甲因讲，耶稣已经搁活，但是出对惊吓。竟然无办法，互因马上将耶稣搁活的这个好消息传互搁较侪人通知。这敢有反映着咱
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咱敢是有时阵也是出伫惊吓，直到咱无办法来向咱身躯边、咱的厝边头尾、咱的朋友、咱的同事、咱的朋友，甚至咱亲近的人，来向因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咱敢是亲像这三个妇女，一开始看到耶稣的梦是空的，佮听见天使甲因讲，耶稣已经告我的这个好消息了后，因出伫惊吓，毋敢讲。敢是咱也有惊吓，咱会惊讲，安尼敢会当，敢会伤和气？惊讲，敢会我毋是完美？我安尼我讲出来，敢妥当？也是惊讲，我家己圣经也无听真透，只是牧师规工伫遐讲爱传福音，传福音啊！我无法啊！但是咱也是惊吓太济，甚至会惊讲，万一功效无好，会互人骂。骂讲恁安尼毋对啦，计划无充足啦。惊吓至到咱，就算敢有可能亲像这三个妇女一开始，就算看到、见证到耶稣告我，甚至听到上帝的使者遐尼清楚甲咱讲，耶稣已经告我无伫遮，但是出对惊吓，共款放伫心中就好。上帝啊，你知影我的心就好。所以毋敢参与伫传福音的事工，也是毋敢向人来分享信仰，也是讲啊，教会安尼遮细间，所以咧，毋敢甲人招来咱礼拜堂来做礼拜。讲啊，阮安尼可能安怎，一大堆理由，但是讲实在话，敢是共款出对惊吓，因为惊吓，就算有体验到，嘛了解到，但是毋敢付出行动。但是咱爱知影，搁我的基督就天以前，敢毋是差遣基督徒爱去普天下传福音，互万百姓。这就是咱基督徒一个重要的职责之一，就是爱将耶稣活地的这个好消息来传互众人，互咱四周围的人也拢会当平平来领受到对主耶稣基督所来的信心、愿望，甲对天父来丰盛的慈悲疼痛。耶稣的梦已经是空的，耶稣无伫遐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告我，伊活地，伊永远活地，伊活伫咱的四周围，伊活伫咱的身边，伊活伫咱为奉伊的名所做一切的代志的中间，所以无错，咱是软正的，无错，靠咱家己，咱是有欠亏的，但是有主耶稣甲咱做伙同行，伊凡事拢会，伊会守护咱气力、信心甲改变的动力。所以愿咱用感恩、用信心甲勇气来领受主耶稣基督
互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差遣的即份，愿咱拢成做愿意传福音的勇敢的基督徒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、大权能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美好的旨意，透过圣囝耶稣道成肉体，伫世间医病赶鬼，传你天国的福音，佮用行动为着世间人的罪定死十字架，佮我来见证，来显现你的权能赢过世间一切的黑暗、死实、罪恶的恶势力。你让阮重新会当甲天父上帝你来和好，来恢复主你所听囝儿查某囝的身份。阮感谢你，阮学到你，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阮时时刻刻会当感受到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会当照着主耶稣的款式来实践你的话。阮的不足，求上帝你补满；阮的软弱，求上帝你，互阮通重新得到坚强。阮的过失，求上帝你赦免，互阮日日会当得到更新，互阮每一天拢会当哪来哪进步，哪来哪有上帝你所听圣囝耶稣的模样。愿上帝你守护圣神带领阮，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，甲咱三面的。这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圣诗126首，圣诗126首，美妙主耶稣，万有你眷顾，你本是一神正做世人。主我所信仰，主我所尊崇，我欢喜主做我君王。圣诗126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念。
请坐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请秋美执事甲明斌执事来书献。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咱大家掀开周报。报告事项，本主日为基督过活节，礼拜后要发送过活节的彩蛋吼，咱大家要会记得来摕吼。第二，拜五就是4月初5为清明节。暗时查经基督会暂停一摆。第三，礼拜六就是4月初6、4月份插花班延后一礼拜，到4月13才来上课。第四，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，请甲牧师联络，也是甲教会的长职。讲拢会使吼，伊哩来安排。第五，下主日的礼拜题目是国话甲生命经文信息甲启用，咱请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聚会活动。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，主日圣乐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。咱查经基督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，插花班每个月一摆是上午10点。咱顶周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，请咱家己来看，若有毋对的，则来甲民兵执事也是秋美执事来更正。咱看圣港事奉，咱即礼拜招待是友兰兄甲小松姐，插花是蒋老师，清扫是素琴姐。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、书会杨长老、苏琴牧师娘，领唱是易信兄，书献是义杰执事甲余阳执事，招待是文良兄甲贤忠兄，插花是杨长老，清扫我本人。咱来看正评的下面的金句：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耶稣阁甲因讲：恁去普天的传福音予万百姓。这是咱用台语来读2遍了，用华语读1遍。这是请咱来大家来念。耶稣阁甲因讲：恁去普天的传福音予万百姓。耶稣甲因讲。另去普天的传福音予万百姓，又对他们说：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。
即时请咱大家用拱手来向四周围的人请安。平安。平安。即是咱要来念咱的圣诗，念圣诗105首，圣诗105首。交战结束，苦难拢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交战结束，苦难拢煞。救主耶稣对死国活，打着当唱得胜的歌。哈利路亚，请咱起立来念。耶稣已经告我，耶稣也话我伫咱中间迄做工迄陪伴，所以咱就爱靠着伊，甲咱做伙同行所得到的勇气甲信心，咱勇敢来向前行。咱也因为有伊所显现天父上帝的疼痛。所以，咱愿意活伫疼痛的中间，得到改变的气力，也得到互相赦免的气力，也得到彼此相听的气力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